阿虎係一隻11歲嘅英國鬥牛犬，佢一直都係屋企重要嘅一份子，陪住家人度過好多美好嘅時光。不過最近出現咗一個邊個都估唔到嘅挑戰，阿虎被診斷患上大型扁桃體鱗狀細胞癌，癌症已經擴散到咽喉、淋巴結同埋肺部，令到佢食嘢同埋呼吸都出現嚴重嘅困難。同時，佢嘅心臟基部仲有一個大型腫瘤，造成胸腔積液。呢個消息令佢嘅家人陷入無比嘅心痛同埋不確定嘅未來。然而，阿虎嘅意志依然堅定。喺腫瘤科專科獸醫 Dr. Antonio 嘅悉心照顧之下，阿虎接受咗4次舒緩性放射治療，亦同時接受咗針對轉移肺部嘅腫瘤同心臟基部腫瘤嘅治療。隨住時間一周一周咁過去，我哋見到驚人嘅轉變。觸診嗰陣已經摸唔到頸部腫塊，食嘢同埋呼吸狀況明顯改善，心臟基部腫瘤縮細，唔再造成胸腔積水，轉移肺部嘅腫瘤縮細。阿虎係一個真正嘅勇士，每一日都係家人最珍貴嘅禮物。喺豐盈動物腫瘤中心，我哋結合咗先進嘅技術、個人化護理同埋同理心，為好似阿虎咁嘅動物提供更加長久、更快樂嘅生活機會。由放射治療、化療、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到外科手術，我哋嘅團隊始終都係守護住佢哋，